近排朋友話佢冇時間打機，咁就借咗佢部新耳機俾我啦。咁啊見到咧係 Battlefield 推出，咁索性咧就帶住佢嚟打機。主角係 Final 最新 VR 系列電競耳機 VR3000X for Gaming， 同場亦都有兄弟版本 VR3000嘅 CM。咁基本上咧，佢哋兩個係同一個聲學架構，但玩法完全唔同。X 就係主打無線低延遲，而 CM 就係可換線嘅版本，音質咧就更加純粹。我哋一齊嚟試下啦。首先講翻個外觀先啦 ，VR3000X 係採用全黑嘅瓦面設計。咁頭帶方面咧就用咗高透氣嘅網布，長時間戴住咧都唔會話好焗。耳罩夠厚又夠軟，側壓同埋頂壓分佈得好平均，就算成個晏晝打機咧都唔會話 feel 到夾住個頭好唔舒服。另外，咪克風咧係可收納嘅收音桿，唔用嘅時候咧係可以直接收翻去機身入邊，可以咧係成個嘅外形咧係即刻簡潔咗好多。而音量嘅控制咧亦都升級咗，今次係用翻旋鈕嘅設計，輕輕一轉咧就可以 fine tune 翻個音量，比起用掣嘅反應咧更加快，打機嘅時候咧就更加實用啦。講到聲音 ，Final 呢次玩翻最擅長嘅聲場 ，VR3000EX 採用翻 3D 立體超廣音場技術，可以精準咁呈現到四方八面嘅聲音細節。簡單啲嚟講咧，佢就係唔係單純放大成個音效，而係重現翻成個聲音喺空間入邊嘅距離感。咁我玩《戰地風雲6》嘅時候咧，就好清楚係聽到近距離槍聲咧係好實正嘅。咁就算好遠嘅地方爆炸咧，都好有層次感啊！甚至係天上無人機嘅細微飛行聲都分到方向。呢種嘅定位感同埋沉浸感係比一般嘅電競耳機係自然得好多。另一個我覺得幾實用嘅功能就係腳步聲模式，喺左耳底部咧係有個 C 掣嘅，咁輕輕一按咧就可以開到噶啦。咁呢個 mode 咧係會自動咧係突顯翻敵人嘅腳步聲、環境聲同埋遠距離移動咧，又唔會話太誇張喎，仍然係會保持到原本距離感同埋真實嘅音色。咁打槍 game 啦，即係 FPS 嘅時候開住呢個模式咧，真係可以早半秒就聽到敵人嘅方向，幫你咧快一步咁樣鎖定對手啊！咁再配合埋低於25 millisecond 嘅 USB 無線接收器，聲畫同步，幾乎係聽唔出有延遲。無論係打機、睇片或者反應咧，都係好即時嘅。再講翻舒適度先 ，VR3000X 係有一個特別嘅減壓設計，頭帶嘅壓力同埋耳罩夾力咧都係經過精準嘅調校嘅。咁官方仲建議啦，戴嘅時候耳罩咧係可以微微咁樣向後傾，咁樣就可以減少咗漏音，可以提升翻成個沉浸感啦。咁我自己就試戴咗2個幾鐘啦，就冇乜感覺係壓頭，而且透氣度咧都係好高，唔係話好焗耳嘅。續航方面就更加誇張啦，單次充電就可以用到55小時，充電2個鐘咧就可以充到80%嘅電量。同朋友打好耐機咧，完全唔係問題啊！另外一種我幾中意嘅地方就係佢配合埋 App 去用 VR3000嘅專屬 App 咧，係可以調整翻 EQ、開關腳步聲模式，同埋有10段嘅音頻均衡器，可以按照翻自己嘅喜好去調整。例如係想低音厚啲，或者係人聲再清啲，配合翻旋鈕嘅音量控制啦。咁成個整體嘅操作咧都係好直觀嘅。呢次咧係硬件加軟件結合嘅可換性，令到呢部耳機咧係唔止係打機好聽，平時或者聽歌啦、睇戲煲劇咧一樣都係有層次感啊。VR3000 CM 同上代 VR3000 用嘅都係同一單元，可換性嘅設計就令到更加方便同埋耐用啦。CM 除咗改用咗 3.5mm 可換線之外，亦都加入咗指向式嘅收音咪設計。比起一般嘅線控耳機，喺錄音質素上邊有明顯咁提升。咁即插就即用，完全係冇延遲。咁對於一啲錄音啊、混音啊，或者係唔想成日充電嘅人嚟講咧，就特別方便啦。你可以根據用途去換唔同嘅線材，例如直插錄音界面啦、手機、遊戲機都冇問題。整體嘅聲音走向咧，同 EX 一樣都係自然又寬闊。但因為係有實體有線啊，所以成個嘅音質咧係會再 stable 少少。所以如果你唔太需要無線嘅功能 ，CM 就會係一個更加簡潔同埋實用嘅選擇啦。等我總結一下啦，我個人就覺得 VR3000X 同埋 VR3000 CM 基本上就係2個方向。X 就主打低延遲無線嘅體驗，功能比較全面；而 CM 就係注重音質嘅還原同埋實體嘅連接，音場、細節、聲音定位亦都一流啊！
咁我自己打咗幾日機之後咧，覺得 EX 嘅腳步聲模式真係好實用嘅。尤其係 Rainbow Six Siege 或者係 PUBG 呢啲嘅遊戲啦，聽聲追敵人咧係會比人快一步，贏面咧的確係會高咗好多嘅。而 CM 聽歌剪片嘅時候都好穩定，細節乾淨，聲音冇延遲，可以話係一個打機專用，一個係音樂通吃啊！咁至於價錢方面啦，VR3000 EX 嘅定價咧就係港幣1180蚊，而 VR3000 CM 嘅定價就係港幣780蚊，定位簡單又直接。咁兩款耳機咧都係喺香港正式開賣，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 ECT 嘅官網睇下詳細資料。唔知道大家觀眾咧中唔中意有線定係無線呢？留言話我知。中意呢條片就記得 like、share、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